嚟到2025年清明迎新冠軍杯 U9 嘅賽事，嚟到冠軍組別嘅第2場賽事，將會由我哋阿仙奴對陣呢隊平頭哥藍隊啊！不過今日我哋着咗橙色衫。站中亞哥。咁喺冠軍組別嘅第1場，我哋阿仙奴係5-1戰勝咗德興小學啊，梅山小學啊。而我哋個對手第1場亦都係輸波啊，所以我哋盡量喺呢隊平頭哥藍隊啊，橙色衫對手身上係全取3分啊！呢個係我哋嘅唯一目標。比賽開始啊！波子，咁啊，好可惜啊！呢波嘅急射就錯過咗一個必入球啊！見到對方嘅龍門啊，15號身高非常之高大啊！佢哋呢個規矩咧，5人制嘅比賽就開球唔可以過半場啊！個生球、死球唔可以過半場。嚇？哦，我哋個後面都俾緊台啊！咁啊，見到我哋開波啊！圍城就向龍門方向，但係呢波直入就唔計啊！喺度開波點，喺度開係啦。圍城就交翻俾波子。波子攔住咗個波落嚟，俾翻阿志峰，志峰就逃唔過對手呢一個高大嘅門將啊！高出阿志峰起碼2個球啊！快啲啦哥，擺陣。咁啊，見到阿入鋒就翻咗嚟中間啊，應該拉翻開。入鋒應該拉開㗎呢波。志峰，波子。咁啊，見到波子係有心想去笠射啊！呢個龍門就應該係接近1.6米㗎啦，應該係1.6米幾啊！咁啊，一個2015 9月份出世嘅小朋友，或者2016嘅小朋友，去到咁嘅身高，真係都好犀利啊！志峰交翻俾阿入鋒。咁見到我哋嘅防守冇噴得太後啊！我哋波位成。志峰咁啊，想撞翻俾阿波子啊！志峰出聲啊，圍城！你要出聲啊嘛！緊要防守啦，唔緊要啊！防守，最遠啦，最遠啦，最遠啦！加油啊，先頭！波子攔翻住，但係對方係咪有個犯規咧？球證話冇事啊！所有罰球都要2腳較多，記住。
翻嗰個你個功能嚟左手做咩啊？你想點啊？呢度。比賽繼續㗎。嗰邊啦。自峰想加速嘅時候，俾對手嘅13號啊督出咗邊界。陸峰開出，波子彈翻俾佢啊！波子咁就做咩咧？球證話個波仲係滾動當中啊，咁所以個罰球權就交咗俾橙色衫嘅平頭哥啊。波子入鋒係啦，你掹晒人啦，嚟掹住。走啊，波子走。睇啊，控手啦，控唔控到啊？人哋未必控到㗎嘛。中間手對齊，加油！走。波子，自峰一個突破，咁啊差咗半步啊！對方都係出腳比較快啊！咁一個低平球出嚟就都係阿峰嘗試下睇下圍城阿峰，未有機會啊！捉緊！咁啊，伊人就擋咗個波落嚟啊！咁啊，繼續去攞翻，接俾阿自峰就交俾阿入鋒就左腳啊，再嚟一腳來自阿自峰嘅射門啊！翻落嚟啊！好嘢，圍城！喂呀，對切，你他媽幹啥呢你這個？手慢扭了，你扭了！圍城交翻俾自峰，俾地波盡量，自峰。好嘢啊！好嘢，唔緊要，好波啊！咁啊，亦都係手拋球過半場啦。呢個係球例唔允許啊。波子又係希頓踩波車，咁啊交翻俾波子。好波，波子，好波！入鋒。咁呢啲危險地帶要早啲出啊！好嘢！咁啊，希頓，呢波好可惜啊，好可惜啊！其實呢波係可以完全有足夠嘅空間可以控個波㗎你。呢波圍城嘅傳波係非常之漂亮啊！阿峰睇快啲啊！波子俾翻阿峰，唔緊要啊，防守。圍城攞！
入攻，好嘢，咁啊俾翻阿希頓，希頓可以大膽去啊，有㗎。好嘢，OK 啊，OK 啊！我好大份嘅，出嚟太大份啦，正常要扭埋佢。維成你唔好理佢。咁啊來自波子啊，一腳向龍門方向角球，咁啊冇問題啊，對方就直接出咗我哋呢邊嘅底線啦。我一半場来吧，入球！你也大脚，大脚！手拋球係唔可以 ，drop kick 係可以。頭先嗰個教球嚟㗎，死球嚟㗎。嗱，波子可唔可以轉到身咧？希頓，咁啊話阿波子呢波出得快啊！緊要啊！一條右手邊啊，波子中間啫，波子中間啫。維成貼緊啲啊！睇住，好啦，好啦，去啦你嘅，我難使啊，村長，冇靠佢啊！維成幫佢。咁啊睇下波子呢波界外球啊！咁啊呢啲威脅性就唔夠啊，抽埋去係作用不大啊！有佢，有佢，有佢。你頭先又炸，係冇嘢冇球，你頭先都係咁。頭先就係咁又話得，你話食嗎？咁啊，5人嘅球例同香港係唔同啊！波子就俾對方夾住啦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啦。咁啊慢咗啊呢個 timing。維成交翻出嚟俾阿易橋啊！啊！又誤會。好嘢啊！波子係食翻住對手啊！快啦！係，維成啦，維成啦！起來！慢腳山！加油啊，天龍！咁啊比分暫時都係0-0。好啦！波子，好嘢！睇住啊，集中啊！咁啊維成擋翻住個高波。拿球！加油啊，天龍！好嘢啊！唔輸啊，易橋！我哋幫罰球，我哋幫佢維成。走啦，易橋！波子，望住波子邊。好嘢！維成就交俾希頓。拿下來！教練，你們先幫你。對呀！真係你真係有冇諗到自己係小個啊？好，暫停，暫停啊！
暫停啊！快過去教練度，去教練度。咁呢個時候，阿仙奴嘅教練叫咗一個 time break 㗎，咁啊將會有1分鐘嘅休息時間，咁啊要總結下開波頭15分鐘嘅準備啊個情況。咁啊見到對方嘅教練就同球證有一個激烈嘅理論啊，咁啊教練亦都解釋翻個球例啊。佢講咩啊？佢話咩啊？喺邊度？嗰邊有冇入波？都未入。嗰邊都未入。嗰邊人幾嚟？冇呢個。幾多？大佬啊！你成日識叫人哋踢走，其實你仲係0-0啊！人哋對你仲係0-0咁啊！你踢佢1-9點你去華商銀行嗰度，點解攞華商銀行嗰度得唔得啊？好啦，稍作休息之後，比賽繼續啊！咁我哋仲有大概1半時間啊，我哋要耐心啊，耐心把握住啲機會。波子開出俾維城。莫維成想撞翻俾易橋啊！呢波易橋好嘅，維成俾翻波子，志峰好嘢，嗰個志峰可以綁過13號之後，睇下有冇機會啊！我哋波擺後啲，擺後啲，喺度開，唔好撞到條柱，喺度開得。你維成啦，後面咪得咯，快啲啦，動作唔使諗噶，志峰。維成又交翻俾易橋啊！係咯，易橋空咗嘅志峰，好嘢，搞掂，1-0啊！非常之靚嘅一個入球啊！係嘛？阿易橋要 learn 呢啲快開，跟住撞翻上去，好簡單啊！易橋係嘛？呢啲波快，你再走係嘛？你知咪唔識踢你哋？咁啊，終於喺16分鐘左右啊！率先打開紀錄，由阿仙奴啊！唔知呢個犯規。俾啦！一使快啦！波子有機會遠角。後波，成日都要諗。後波，收，快跑！好啊，我哋快開，跟住推喐個波，繼續啊！直線交咗俾阿志峰有啦！好啊，好波啊，2-0，快好啊，簡單㗎咋！睇上好波啊，就係咁啊，簡單啲，好波。啊，比分去到2-0啊！好簡單，你哋識㗎，你哋。加油啊，天浩，加油！你唔好前面睇後面咁簡單，咪諗點乜啫？個波子偷甩個波，咁啊應該爭取個角球翻嚟啦，角球嚟啊！撞！睇先，快攤！係啦，留意下，留意附近。落去波右邊冇人有爭感覺。佢換緊人。入攻。連續3球你咁樣抽埋個龍門，有咩意思啊？
篤咗俾阿志峰，志峰左腳交翻出嚟就去咗對方嘅龍門嗰度啊！得，志峰應該粒射，裝龍門。咁啊球證話撞到對方龍門啊！入攻，維成交翻俾阿志峰，一腳遠射，咁啊啟信非常之反應快嘅一個撲救啊！裁判，鞋帶啊，鞋帶。小球，下半场，裁判，快啲開波！裁判，下半场，发球，我們發揮解決好啦，快啲！個聲俾我講埋啊嘛，叫維世咁龍門度咁翻。阿峰最後。我們發球快點呐！我村長能發嗎？有冇見到平頭哥嘅進攻右路啊？有個界外球啊！入攻彈翻住，咁啊有阿志峰啊，有足夠嘅空間啦，可以獨射攬草咁啊3-0啊！咁啊慢慢慢流尾袋啊！呢波非常之漂亮嘅一個進攻啊，3-0。仲有冇10分鐘啊？好，會唔會？咁啊比賽繼續啊！咁啊，仙奴經過咗頭15分鐘嘅艱難嘅一個時間啊，終於喺最近嘅呢7-8分鐘一個大爆發啊！咁啊，見到阿伊人就一個犯規啊！衛成，你企嗰度冇用啊嘛！往前，你到裏邊去，出門前。沒事，你踢一下。咁啊，一個間接嘅自由球嚟㗎，冇所謂，直射都冇所謂啊！唔使急啊！衛成交翻俾阿入攻。睇前面啦，志峰已經拉開晒啊！咁啊，擠咗嚟啊！翼橋呢邊有冇左腳？咁啊，撞翻俾阿志峰。衛成，兩個。衛成綁過咗兩個之後，篤翻俾阿志峰同阿入攻啊！整個位好好啊，叫。見到阿謝啟信都不敢怠慢啊！咁啊，雙手破出底線啦。但係呢波應該入咗都唔計㗎嘛，係嘛？山頭計。計啊！計啊！咁啊開出，咁啊接咗出去，咁啊冇手球啊呢波。咁啊見到阿仙奴3個人係攔截住啊！空間出咗嚟㗎啦，咁啊有個翼橋接力，咁啊拖埋去，維成呢邊應該上嚟㗎啦。有阿志峰入攻，維成擋住咗呢波，咁啊應該護住個球啊可以。咁啊戳起俾阿志峰入鋒啊！話入鋒啊非常之靚啊！利用個身體壓翻上去，自己可以有個射門嘅機會出咗嚟啊！咁啊非常之靚嘅左腳遠角。咁呢個時候維成同阿翼橋落去休息啊，換上嚟阿波子同希特啦，重新上陣。咁啊比分就去到4-0。入
鋒亦都攔截咗落嚟啊！非常之快嘅速度啊！咁啊，球證話咗係啊，判咗係啊伊人嘅一個從後犯規啊！波子，咁啊見到7號都有個擁人㗎，希頓好靚啊！希頓一個倒射接應阿波子嘅傳波，咁啊比分去到5-0。散啦，散咗。咁啊5-0，但係佢哋對手又冇得再上多一個。咁啊，唔知個規矩係點啊？因為昨日都試過有唔同嘅球證就有唔同嘅一啲決定啊。咁啊，一直以為係5-0或以上就可以有個上多對手可以上多一個人嘅。但係而家比分去到5-0，球證亦都冇示意對方係可以上多一個人啊。波子可以試下遠射喎。咁啊，猶豫之下就俾對手攔截咗落嚟啊！咁呢個10號仔速度都好快啊！咁啊，交翻出嚟有謝啟順啊！一個 drop kick， 咁啊呢個犯規啊！對手28號對阿志峰嘅一個從後侵犯。攞腳就得啦，佢哋自己講啦，罰球都要自己嚟啦。咁啊，通埋坑渠之下，阿伊人嘅一腳遠射啊！呢個都靚嘅一個單車啊！對方開出之下，就我哋嘅球員啦，應該係咧對手啊，對手撞咗出底線啊！入攻俾咗希頓，希頓拉得好開啊！埋波。波子嗰個直線交俾阿志峰，咁啊中間有2個藍衫㗎啦，咁啊有從後而上嘅希頓啊，希頓就將個比分就再次擴大6-0啊，去到6-0。咁啊可能喺決賽階段就冇呢啲踢多一個呢啲規定啊。咁啊，再俾阿志峰，志峰可唔可以咧？哎呀，好可惜啊！希頓喺遠角就已經 ready 好㗎啦。嗰個最尾有個中柱啊嘛。伊人喺危險位置啊，都係要乾脆啲啊，清脆啲。波子自己選擇一個拗腰嘅左腳射門啦，咁啊 corner 嚟㗎，藍色衫嘅 corner。主鋒可以開㗎啦，俾咗波子一個晃動之下再晃，咁啊對方就解圍唔到啊，希頓志峰。好嘢！留得，波子。咁啊，嘗試交俾希頓嘅時候，俾對手閂咗出界外啊！嗰邊嘅情況點啊？都冇理㗎啦。我
真，你6球7球咁樣，得失球啲都贏㗎啦。再嘗試交俾伊人啊，但係呢個有少少深。好，呢個時候全場比賽結束啊！咁阿仙奴喺呢個冠軍組別嘅第2場賽事啊，乾脆利落以6-0啊，最後15分鐘嘅時間大爆發，咁啊戰勝咗小組嘅第2個對手平頭哥藍隊啊！咁我哋波衫上邊啊寫住南油小學㗎。好，我哋稍作休息之後，阿仙奴將會係迎嚟冠軍組別嘅第3個對手啊！咁我哋稍後再見，拜拜。